到这里的，就他们这些面分区挺出吧，都主要的，现在这里也配备给，那军官卡给，看不来，当然先给，那给，那不做的。当然先给，专门那不说的，电信打电的，搞出的，配备给这个嘛做长路量，做嘛他嘛也，甚至属于，但这当给搞出的，这里也，查了几年，他不他演给学习下的竞争，个人水平比呢，他是老，大概有2年的时间吧。那么我都没有办法讲说这部论。然而我的责任应该是有开始，这是由我开始的教学，就应该由我将它讲完。所以呢，我想透过这一次的机会，那么尤其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科技的时代，所以透过了网络直播的一个方式，那么还是可以给予这样的教学。事实上呢，我自己对于讲说这样子一部甚深的论点，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同样，这个学问知识也是不够的。但是呢，似乎是没办法，毕竟有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头衔，然后又身负着这样子的一个大的重责大任，所以就还是必须要授课的。尤其呢，这样一部道次第的论著，就是《庄严论》，解脱庄严论，可以说是我们达波噶举的祖师传承下来重要的一个法教。所以我们有机会讲说跟听闻这样一部教法，我自己也觉得是很幸运的，很难得的。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课程，也是对于过去的噶举祖师们的一种恭敬，一种承事，一种服侍吧。那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愿而讲课的。那么希望在座的各位呢，也带着这样的心。当然，我们说，当你在听闻讲说佛法的时候，都记得要珍惜这样子的机会，毕竟这样的暇满难得的人生要能够得到，尤其是这样具备了顺缘、排除各种逆缘的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然后能够在这样一个我们有机会在善知识前得到这样子深深的教法，那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带着这样一个难遭难遇的一种心的时候，那么你在听法，相信就会对于你的心会有一些帮助。
然后将你所听到的内容，尽力的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实践，让你的心绪越来越成熟。如果是带着这样一个动机而听闻佛法的话呢，那么就真的是会有用的。不然听法就把它当成听个演讲，想听听看他的观点是什么，想听听看他是怎么讲的，只是这样子的一般的兴趣而听的话，那并不会帮助到你真正佛法上的这种利益。所以大家在听法的时候，无论是现在你的发心，或者你的行为上呢，都尽量的要保持清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之前呢，前几年讲到了10品，那么所以今年呢是从第11品开始。首先呢，我想先讲一下，念一下第11品。那第11品主要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论述6度。所以内文先念一下。发行菩提心后有3类学处：增上戒学、增上定学与增上慧学。菩提道灯论云：为助行心体律仪，由善学习3戒学，于3戒学起敬重。那这个就是正文，就是这部论的正文。那么在这一个章节当中，这一品中呢，并没有太多的就是正文的部分。那么这里面引用了大概有9个这个引经据典的部分。那么其中的第一个引的经典就是灯论。所以在开头引用了菩提道灯论的这一段，这里主要在讲的就是行菩提心的学处哦，也就是升起行菩提心的学处这一部分的时候，就引用到灯论的这样子的偈言。这个偈言当中，它主要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哦，就这个偈言，随着它这里的3戒学可以指菩萨的3种戒学，也就是别解脱戒、摄善法戒跟饶益一切有情戒。那第2种讲说方法，所谓的3戒学呢，是指增上3戒学。所以在这里引用的时候，冈波巴大师主要就是用这个偈言当中的第2个意思，也就是3种增上学来引用来讲说的。那么在之前的几品当中，就谈到了如何发心，然后要用什么样的仪轨等等哦。那么接着，也就是当你承认要领受这样子，并且接受了菩萨戒之后，你就必须要去实践跟学习实践这个行菩提心的学处。所以就像灯论当中也有提到说，
一切身语意哦，我皆令清净。所以为了让一切的学处能够很好的实践，很好的增长，对不起哦，这一段是说为助行心体律仪哦，就是你要这样去做的时候，去行持行菩提心的律仪的时候，那么你要如何去做？那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后面2句说，由善学习三界学，于三界学起敬重哦，就是你要让你的行菩提心的律仪能够修持的好，实践的好，就必须要学习三界学。那么学习这样子的增上三学，或者所谓这类三界学呢，事实上就像一句话说，对于一个佛子菩萨来说，没有什么法是他不需要学习的。同样，还有在一般我们会引用的是慈氏菩萨，也有提到说，大意是说，这个偈言当然是说你要学习这样的5名，才能够是一个圣者该有的。还有萨迦班智达这里也有谈到说，你必须要对于一切的所知万法要有一个认识的。总而言之呢，身为一个菩萨来说，一个佛子来说，可以说没有什么法不是他们不需要去学的，无论是一切的所知、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名处都是他们要学习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菩萨他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得到暂时就是今生还有就近来世成佛的利益。所以他要有这样子利他的能力的话，他要真的能够帮助到众生，具有这样子帮助到众生的能力的话，他必须自己要有这样的学问，要有这样子的能力，不然自己的学问只有那么一点，能力也不足够的话，是不可能帮得了无量的，而且每一个众生又有他不同的情况的，也是没有办法真的帮得了他们。还有众生有自己不同的喜好，所以一个菩萨你都需要看着每一个众生不同的情况而给予他们帮助的。所以这也是菩萨跟所谓的声闻缘觉，也就是二乘行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要学习所有的名处，就学习所有的学问跟知识，他都必须要知道。所以一般我们说有5名要学习，还有或者是有18种名处要学习等等。还有在现观当中也有谈到说，有113种圆满加行13种渐次加行，还有4种刹那的加行，甚至6度当中的布施当中又有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布施，还有不同的禅定等等总而言之，一个菩萨要学习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为什么有那么多？这里为什么冈波巴大师只引用灯论这里谈到说要学3界学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的确菩萨要学习的是非常的多的。然而，如果你要去一个一个讲的，是讲不完的，太多了。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尤其刚开始发起了菩提心的一个行者来说，你都还在尝试着，还担心着到底做不做到的一个初学者来说，你如果一下子
就跟他讲说：“哦，你菩萨要学习113种圆满加行。”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头都昏了。而是当他发心之后，他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慢慢学习之后，大概才能知道113种圆满加行等等渐次加行是什么。所以虽然经典中说菩萨没有什么是他不应该学的，换句话说，他要学习的太多了，是无量的，是说不完的。所以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把它归纳，或者说摄要来说归纳。所以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讲，而是归纳的、分类的来讲解。那么对于一个初发心菩萨来说，他比较容易记忆起来，他也比较知道到底该做的是什么。那当然摄要很重要，但摄要的方法跟归类的方式有不同的。譬如说从2种资粮的方式，譬如说成就色身是福德资粮，然后成就报身是法身是这个智慧资粮等等，或者从归纳成为甚深跟广大，透过了这个4谛的这个叫2谛的方式去分甚深跟广大，或者说从取舍的方式而分类为3种戒，或者从降伏断除烦恼的方式归纳为3学，或者从你修持的时间分际上来说，有分为这个坐中跟坐间，等等，或者说从你实修的修持的角度来说，有6度。所以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分类。所以一听起来你也知道哦，分类本身有好多，摄要有很多，这可能听起来也很头痛。所以这里再归纳，在当中再选出最重要的归纳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6度。这个6度，因为它主要是从修行的角度去归类的，从你实践的角度分类有这样子的6度的，所以可以说菩萨万行没有不包括在6度当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要摄受自己、摄受他人也好，或者说一切的这个菩萨道的，可以说修持都包含在这样的6度当中了。所以可以说是比所有其他的摄要跟分类更为殊胜的，就是这样的6度。所以如果把这个6度再归纳的话呢，就是归纳到3学，或者叫3增上学。所以6度也可以归纳到这样的3学当中，这也是有特殊的用意的哦。所以这里你会听到很多摄要啊、归纳，这其实是你学习佛法上很重要的一个你必须要知道的部分。因为我们通常说，一个有经验的，或者一个真正精通这个法理佛法的人，他只要听到一些内容之后，他就很容易归纳整理，他就能够抓到要点，而能够记忆或理解。但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说，他可能听了几个小时，但他还是抓不到重点，他不知道怎么分类，所以他无法增长他的智慧。我们说佛陀呢是最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智者，那么你会看到佛陀呢，他就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归纳摄要的开始，譬如说4谛总之
对于一个想要得到解脱遍智佛果的人，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包含在4谛当中。所以你看，他就这样子很摄要的归纳成4谛的教法。所以讲回到菩萨说，要学习非常非常多的知识学问，但是全部归纳摄要，都可以归纳到6度当中。而接着6度呢，又可以再涉及归纳为呢3增上学或者3学。因为如果你透过了增上学这样去归纳的话，你会更容易抓到佛教的意思，尤其更能够理会到大乘教法所要讲的意思。为什么说你可以更了解佛法呢？因为首先这样的3学呢，这是在你小乘大乘这所有的佛教当中都承认的，都会说的。所以3学你对它有了解的话，其实你对整体佛教，无论小乘当中提到了3学，大乘中提到了3学，你都会比较容易理解。再来第2个归纳为3学的原因，在于说，它不仅仅这里3学不只是整体佛教所谈的3学，尤其这里指的是大乘佛教当中的3学。所以大乘的3学，它是比小乘的3学更殊胜的。所以为了要让小乘的行者知道大乘的殊胜在哪里，所以就透过了这个大乘的3学的这个角度呢，去讲说、去讲解，那更能够凸显出大乘的殊胜在哪里。那么如果有人问说，那你6度要如何归纳到3学当中呢？那么这在这个经庄严论当中，这后面的解脱庄严论当中也有引用到，就是这是在解深密经，主要是解深密经，然后经庄严论呢，主要就注解解释了解深密经当中里面的内容。这有一个偈言提到说，这一切都归纳为3学，有这么样一句话。那这个在后面的解脱庄严论当中还会再提到，所以这里就不多说。那么在讲到归纳来说那么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更常听到就是叫见修行这3个部分。那么这样的见修行跟我们在很多的论点经典当中所谈到的3学，我觉得是差不多，我觉得是意思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的。所以它如果是顺着讲，就是从因慢慢讲到果，那是从3学只讲3学；但是从果上开始讲回到因，那这就是见修行。总而言之，我觉得见修行跟3学呢，它也是有着共同的一些要义的平常我们说见修行的时候，那么在藏传佛教当中，不同的教派，那对于见修行也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这里呢，我想就不广说了。
所以总之呢，我想说就是渐修行跟三学呢，他们有着共同的一个要点啊。所以三学呢是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戒增上学，然后定增上学，然后慧增上学。那一种说法说这是从因讲到果，他们互相有因果关系的。那么这在一部经，佛陀在经典当中就有这样提到，就说如果你定修得好，戒修得好，就能够增长你的定；定修得好，就能够增长你的慧哦。有这样子的三种关联性在这里。经典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你会看到三学的次第呢，它是有这样子的因果关系的，所以它的顺序就是戒定慧。同样呢，在你看俱舍论当中也有谈到依戒具闻思实修三摩地，所以首先最开始你要有戒律为基础，在这个之上多去听闻跟思维，然后呢接着再去实修这种止跟观，或者说去实修这个安住修跟观察修，专注的这样去修这样子的三摩地。所以这就依戒具闻思实修三摩地的一个意思。所以三学戒定慧这三学，它的本质，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在一部俱舍论的注解，它是由一位喜内拉，叫做喜内拉这样子一位大师所写的。在这个注解当中，他引用了一个佛经当中的内容来说到底什么是三学。所以这有三学所以这里何等为增上戒学呢？若比丘住于戒波罗提木叉律仪威仪行处具足，见为系罪，则生怖畏，受持学戒。何等为增上义学呢？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乃至第四禅具足住。何等为增上慧学呢？是比丘此苦圣地如实知，即灭道圣地如实知，是名这个增上慧学。所以这是在杂阿含经当中的有这么一段文字就是形容到何为戒定慧三学。这个可以说是不论小乘大乘都承认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最主要因为在中文的这个四分律当中有提到这个三学的它的定义，同时还有在舍利弗的阿毗昙论里面呢也有谈到，这是中文译本当中所谈到的这个三学，跟刚刚杂含经当中所谈到的引用的佛经内容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想这在小乘大乘，尤其我们或小乘里面，我们三世夫来讲，就是在中士道的这样子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样的。那么大概是这样吧，那我想接着可能休息一下，可能是之后要喝茶吧。那么各位也喝一点茶，那么之后再回来继续上课。
好，接下来继续讲说。好，接下来继续讲说。但因为很久没有这样上课了，所以似乎有一点说的结结巴巴，没有办法说得很顺。第二个呢是，平常呢在说法讲课的时候是看得到听众的，前面是有人的，所以那种感觉呢是比较有感觉哦，在讲起话来说起话来会比较有感觉，也会比较有想要讲的东西。但现在我的前面就是一张桌子，所以呢实在没什么感觉哦，那所以只能做观想。观想呢，你们在我前面。所以但一睁开眼，就是看到这只有一张桌子。所以因为是在跟一张桌子说话，所以呢，所以那张桌子呢也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所以我也变得好像跟他一样，没什么表情，没什么感觉哦。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好，接下来继续讲。总之呢，这就讲到三学哦。所以三学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所以刚刚有这个讲到了一些定义哦，引用了这个经典当中。也就是在一部《俱舍论》的注解当中引用了这个，应该是《杂阿含经》里面的一部注解。因为在这个，对不起，不是四分六，就刚刚讲就是《杂阿含经》当中呢，跟这个在舍利弗的《阿毗昙论》当中所讲到的引用的是很相像的。所以这算是小乘的一部经典，这是《阿含经》，所以应该是属于这个《杂阿含经》里面的一段话。所以今天就是引用了这一段经文，但没有办法多做解释。或许明天呢有时间再解释一下。那么，总之在这里呢谈到了三学，用的词叫做三戒学。对不起，叫三增上学啊。那么每一个学都有加上一个增上在前面。那为什么要放增上？所以增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藏文里面的这个增上，它叫做拉巴，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还有多余的，还有剩下的，譬如说我东西留在那里，剩在那里。同样，这个增上在藏文拉巴，第二个意思呢是指比超胜于其他，就是更殊胜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是更殊胜的意思。那么，所以增上在这里就是有殊胜，比起其他更加的殊胜。这里的戒、这里的定、这里的慧，比其他都更加殊胜，所以叫增上的意思。那么这里的他是谁呢？他是比谁更殊胜呢？比什么更殊胜呢？如何更加殊胜呢？它殊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它是佛教当中它是殊胜的，然后再来它是比小乘更加殊胜。
它比这个佛教当中的三学殊胜，是指佛教当中的三学是殊胜的，是指它的比较是跟外道而比的。比如说外道当中也有这个戒定，也有慧等等。但是佛教当中的三学，它是比这个外道的三学更加殊胜，所以叫做增上学，三增上学。所以这在有一个声闻地当中就有这么一段经典哦。所以这里就提到说，这里的殊胜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戒定慧是外道所没有的。所以这段经文意思就是说，在外道的那些论点当中也好，说法当中是都没有这样子的三学的。所以呢，佛教当中的三学是更加殊胜的。那么为什么殊胜呢？这里并没有提到。所以从见解跟行为上可以去看的，它殊胜的原因可以从见解跟行为上。首先从行为上去看的话，比起外道来说，那么佛教的是更殊胜的原因在于说，因为佛教当中的三学是具有皈依的，是带有皈依的三学，而外道并没有皈依三宝。由于外道并没有皈依三宝这部分哦，所以他们的这种学处是不如佛教的。所以佛教的这里的学处被称为增上的原因就在于这一点，是带有着这个皈依三宝的这样的行持，你有这样的修持，所以这是从第一个殊胜的原因是从行持上来说，具有了皈依三宝的行持而殊胜而增上。第二个原因呢，那刚刚第一个说法，这其实就跟我们常说如何分类内道跟外道，佛教跟外道就在皈依哦。再来第二个是说，外道我们会说他们的见解上啊，他们都是不是落入到这个断见，就是落入到常见。所以这从见解上，他们的论述上来说，所以从这个见解上来说，佛教的这个三学是更加殊胜的，更加增上的。为什么呢？譬如说戒学吧，外道当中，他们并没有想要出离解脱的心，也没有这种厌离轮回的心。他们就算也有类似居士戒，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想要这种出离心、超脱轮回的心是没有，也没有这样的论述。所以呢，这个佛教的戒是更殊胜的。再来禅定上来说，像是在俱舍论当中就提到，比如观呼吸。俱舍论就提到这样的观呼吸是外道是没有的。那当然这或许是当年俱舍论那个时代是没有的，但现在你会看到各个宗教各个教派，就是很多外道也都提到啊，但这大概是他们可以说仿照了佛教所说的而开始观修。那总之呢，佛教的禅定是殊胜的。再来智慧上来说，比如说无我的智慧，
四谛16形象了悟四谛16形象的智慧。所以因为具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佛教的慧学是更加殊胜增上的。所以这是从见解上来说殊胜。一般来说呢，在过去噶当派的祖师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有想要解脱、想要得涅槃的心，而去做了布施或持戒等等，你做任何的布施、任何的持戒或者任何的禅定也好，它都只是累积一些福德而已。但这个不能称叫做学处，你只能说是在累积福德。所以怎么样才叫做学处呢？三增上学的学呢，是指当你具有这种想要解脱、想要证得涅槃的心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你所做的戒定慧，那么它才是可以被称为叫增上学。所以能不能你所做的修持能不能称为学，它的就在于你的心是否真的具有想要求的解脱、想要证得涅槃的这一念心。但是仅仅是想要求得解脱、想要求得涅槃的这样子的一种心，你带有这样的心而去做布施，那么但这时候你却得不到福，不算积聚资粮，因为你没有发起菩提心。所以你不只是想要求得涅槃、求得解脱，而是你更进一步带有了菩提心的发心的话，那这时候才可以说具足两种资粮。所以这时候才可以称为叫资粮。所以没有菩提心就不能算积聚资粮。所以资粮这个词呢，主要是指它能够帮助你证得这个法身跟色身。比如说法身对应的是这个智慧资粮，色身对应的是你累积福德资粮而达成。所以如果你根本没有想要成就佛果的话，也没有利益众生的心的话，你也是不可能积聚这两种资粮的。那么带着这样一个菩提心，然后你做布施、持戒、智慧等等，那这时候就称为叫做学。然而呢，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无所缘的智慧，也就是不具备空性了悟空性者的智慧的话，那这也不能叫做度，就不能叫做到彼岸的这个度哦。所以呢，我觉得刚刚以上这一段并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我觉得从这些角度去讲的是蛮能帮助理解的。所以总之呢，这里在讲的是说佛教它比这个外道而殊胜的原因叫增上，这是第一个，所以佛教来讲殊胜。第二个是说记得它是比这个小乘更殊胜，所以叫增上。第二个原因是比小乘更殊胜。举例来说，戒学来讲，大乘里面的戒学它是比小乘的这个戒学有4个方面殊胜的。同样禅定有比小乘6个方面殊胜，然后慧学有比小乘有19个地方更加的殊胜。比如说戒学来说，它有四个殊胜的地方，比如说它有广大的甚深的差别等等哦，有几种。
那么这些内容在无着菩萨在《摄大乘论》当中是有谈到的。所以，我想时间关系就不细讲，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理解的，所以只是讲一些它的名称。那么，菩萨的大乘的戒学比起小乘的戒学有4个殊胜，刚刚有谈到，就是说分类，还有共跟不共学处，还有广大跟甚深这4个部分。那所谓的分类的殊胜，是指菩萨的戒有3种分类。那么小乘的没有这样子的分类，它就只有这种叫做摄律仪戒而已，他们只有摄律仪戒而已。再来从学处、共学处跟不共学处殊胜。那这里是指说，在小乘里面的可能是属于佛制罪跟自性罪这2个部分。可能小乘是说有犯，但是到了大乘的时候是看情况而并没有犯的，所以更加的殊胜。再来广大来说呢，是指从学处、福德、发心还有所依上呢，是完全这个广大的。再来甚深殊胜是指譬如说杀生虽然它是属于自性罪，但是呢，如果你具有菩萨的善巧方便的话，那么它也不算是这个造恶的，不算有罪业的，或者说等等，所以这是甚深的。从甚深的角度来说，所以戒学上以上4点超胜了小乘。再来禅定上有6个方面，它比小乘更加殊胜。它有从所缘上，还有各种上、对治上，还有自在上，还有成就上，还有结魔上等等有不同的。我想这部分就明天再细讲，如果今天都讲，明天就没得讲了。所以总的，刚刚这里的今天所讲的，各位要抓到的重点就是对于一个菩萨来说那么当你说我发愿要成为一个菩萨，那么你就必须要去行持各种菩萨该做的事情，然后菩萨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能够去做。所以这里就给了这样该做的修持的学习，就有一个名称叫3学。学就是什么该做不该做的意思。所以菩萨该学的所学学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所以，但归纳来说，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法是一个菩萨不该学的。换句话说，所有都要学。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菩萨什么都应该要会、要懂、要学习呢？是不是他要自己，并不是说他就是要变得很厉害，就只是光有很有学问、很厉害而已。如果背后没有任何道理，这是没有意义的了。所以菩萨之所以要学习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举例来说在藏传佛教里面来说，也有很多藏传佛教的一些文化，比如说主骨转世是很多乘愿再来的转世。那么有一些会说是乘愿再来的一个菩萨的转世，但是也有一些会说是他过去是一个凡夫，但是他有一个善愿而有了这样一个好的转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相信，藏民都会相信这种转世或者是称为活佛，就会觉得他是真的一个像是活的佛一般，乘愿再来人世间利益众生。所以对于主骨一个转世的活佛来说，他就要学很多，比如说这个五名，比如说所谓的声名、音名、工巧名、一方名，还有当然内名，这些都是要学习的。那么这在你看过去的历史上，藏传佛教很多大师的这些转世活佛的大师，他们的传记当中都看到，他们很多都精通这样子的五名，有的甚至很会绘画，或者这个手很巧，这个工巧名非常的厉害，等等。所以过去这些大师们，他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多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或者说他们反正条件好，所以呢，他们就学了，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之所以学习那么多，是因为为了要能够真正帮得到众生。而所谓的众生，这里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可以给予他帮助。譬如说一个人生病了，那么你就懂得医方名，懂得一些医学知识的时候，就能够给予他一些治疗。同样，如果这位上师呢，他可能会算卦，那么如果一个人他需要这部分的时候，那么他也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同样算天文历算也好，算卦也好等等。总之，你知道要帮助众生的时候，你不能就只是坐在法座上讲法而已。因为真正愿意来听法的并不是那么多，很多人甚至想来听，但是也没来。大部分的很多人都期望的是没有病，然后身心健康，或者是这个生活过得好，或者这个孩子能够考试考得好，找到好工作，好学校好工作等等。所以你知道，不同的人来到上师跟前，真的是有各式各样的心意的，很难都是只有一念学佛法的心而来的。所以这是实际的情况。当然我们说佛法很重要，要舍弃今生，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弥勒日巴大师一样。所以一个菩萨他必须尽力的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一个商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他跟你说啊，希望生意兴隆，希望赚更多的钱，那这个上师就会可能告诉他说啊，你修持这个，你要修持这样的财神，或者埋下这样子的一个宝瓶。那么有时候上师还会给这个商人这样子的一个宝瓶等等哦。所以这也是一个，这是他们有这样子的需求，那么上师就必须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些帮助。那么就像是父母对待孩子，孩子病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也会来到上师的面前，抱着孩子生病的孩子说：“拜托拜托，加持我的孩子，祝福孩子能够恢复健康。”那这时候上师也会为他这个摸摸头、吹吹气，给予一些加持。但如果上师跟他说：“哦，生病这是自然的情况，生老病死啊，就是自然会发生的。只要你是身为人呢，就是会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你不用难过哦。”如果你这样子一直跟他的父母说的话，这个父母可能反而会完全的这个没有希望了，会很难过。当然，这我只是做了一些比喻哦，因为藏传佛教的这些很多过去这些具德的大师们，你会看到他们真的是学习了好多东西，对于五明啊各种学问，他们都必须要知道。原因就是在于他们要利益众生。所以，当你发愿要成为一个菩萨，那么一个菩萨的行持是什么呢？就是透过六度而行持。所以，这个六度行持归纳就是三学。三学，也就是戒增上学、定增上学、慧增上学。所以这是你们要知道的。那么进一步你更了解到，不只是佛教有在说，外道也有在说，这个三学、戒、定、慧都有谈到啊。那到底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你也必须要知道。不仅是这样，接着佛教当中，小乘、大乘也谈到三学，那他们的差别又在哪里呢？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些三学的定义、它的字义、它超胜、殊胜，它比外道殊胜的原因，它比小乘殊胜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也对现在自己是大乘菩萨行持学习三学、三增上学，如果你这些都懂了，那你就懂得了一个菩萨该做的是什么了。不然，你如果只是嘴上说自己是大乘是菩萨行者，但是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归纳、分类，还有很多的解说哦。我想今天呢，大概就是讲到这里。这次我没有办法实际来到法会现场给予教学，但我觉得就跟我在没有太多的差别，因为我从这个边境法会开始，中间到后面所有的活动，我也都一直在关心着、关注着。举例来说，像我现在已经是晚上凌晨1点2点了，所以是很晚了。但是我想还是要上课吧，因为这样可能对各位有些帮助，所以尽力的还是讲了课。还有在之前你众的整个的这个
活动的行程表啊等等，这些也是我这里制定的。然后还有呢，早上喝茶该念什么，然后还有在课程前该念什么，还有在中午用斋前该念的是什么，还有晚上呢药师前就用斋前该念的是什么，过去都还没有确认，所以这一次我想还是要确认比较放心，因为毕竟尼众辩经法会已经5、6年了，如果念诵都没有统一的话，那么还很随意念诵的话，我觉得就不是太好。所以这些部分这一次我也做了一个确认了。总而言之呢，各种大事小事，我这一次都关注着，那么也都努力的关注着。当然，最主要这个主辩德钦仁波切，主辩德钦仁波切的转世这是这一世的主辩德钦仁波切他承担起这次辩经的责任所以我也是很放心。前世的主辩德钦仁波切真的是一位具德的上师，有智慧，戒律清净，心地非常的善良那么尤其在那么他依照16世法王的指示，他回到了这个西藏的楚布寺。那么在文革时候，楚布寺可以说完全被这个毁坏了，但是呢，他依照上师的指示，然后也为了佛教，以利益众生为己任，回到了楚布寺，然后所以是这么样一位具备殊胜发愿心的大师，所以这次的主辩德钦仁波切我也很放心，相信他有这样的大愿，也把尼众辩经法会交给了他。那么未来这个尼众的，我想有这么一个佛学院，尼众的佛学院。总之呢，就是能够在佛教的经论上能够很好的教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如果主辩德仁波切能够承担起这个寺院的尼众佛学院的兴建，我也觉得会非常的好。所以我想主辩德钦仁波切也很努力的在尽到他的责任，而各个尼寺的尼众们，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同心协力的给予他帮助。好，那么明天我再继续讲，今天就不多说了，谢谢。